台北市长邱万安要来拼连任，最近也问伊的对手辛碧阳问讲，这民进党敢要甲这台独党工抬掉呢？辛碧阳虽来反击，讲这邱万安对民进党的历史和现况无了解，台独党工早就互台湾前途国基本取代啊。 挂喙暗甲手套详细经土豆体验土豆分期包装作业流程，也去参访台湾雕甲模啊用时，台北市长邱万安18带团去农业大馆婚林，除了考察北市应用五彩食材，并中南部火山的艺术真高，随北市拿力选中就位。会有民进党邱万安最近也因为台独议题，并杠上对手辛碧阳。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 因为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没有什么初一十五不一样啊。1991年的那个时候到1999年后来的台湾前途学艺文，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才对。所以呢，我不知道他想要同情什么事情。今年9月起。 北市合区内，公私立高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全面免费。邱万安有执政优势，拍接牌并认真着小单车，午餐免费，托育补助等证件。新北市选情也相关，针对新北政治幸福城市全球前50榜单，国民党参选人李树珊强调要坚定延续。也不过前立委新富雄在市地政论节目表示有连夜内参，民调显示苏卡辉支持度已经超前4%。那我一定。 会很坚定的接下我们侯市长的这一个光荣的这一棒，那我会继续为新北来打拼。我们会观察各种民调的趋势，目前的趋势看来，我们团队走在对的方向，提出对的愿景。苏小慧会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努力。 新北两强对决，李树珊勤早基层争取支持，18地方对手苏卡辉的本命郭英哥甲在第三届进行座谈。另外一边，台湾物理治疗学会前理事长王主管是分享推动物理治疗司法修法幕后过程。俄罗苏卡辉将专业意见化作制度改革，是会当教诲的人。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比伊战争无停歇，国际油价随来抢悬。顶礼拜五呢，这美股4大指数拢中落，连带影响到亚股。财经专家就分析讲，这中东变数呢变数真大，油价呢一直来拢是真悬的。那准这用韩国唔敢降息，全球需求变弱，台湾可能也爱面对经济放慢，未来也出现这死水性的通货膨胀。 川协会萝卜，暗国因为无有关科技业的重大利多消息，国家中东情势搁紧张，国际油价搁起。顶礼拜五，美股4大指数拢落，拖退拜一亚股走势变软，日股中场落价的幅度收敛，落593点，韩股捌大落超过4%。9月油欧变红起22点，同款开价起落的台股上加40170点，捌落超过1000点，不过尾盘止落，收伫40891点，落280点。 毕竟指数已经接近4万点的整数大关，这个地方除非说国际上有出现重大的利空，否则的话呢，指数要一次掼破4万点整数大关的几率并不是很高。那最近的下跌，我认为呢，充其量是涨多之后的整理。拜一台股走势无强，科技股行势较软，台积电收伫2240.25块，不过联发科电脑起价收伫3400块，起104块，因为台股指数一直创下新高，这拢是 AI 相关科技股表现真好，为了平衡资本市场，证交所第三托育指数。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在50以外，更多的公司被大家看见，我相信这个是对资本市场的这个均衡发展跟健全化会带来更大的助力。财经专家分析，这阵台股创新高波动大，资金集中伫少数 AI 族群，选股排挤效应，托育指数会当帮助平衡资本市场。另外，因为中东战事后改变数大，那冲击全球经济，通膨的经历嘛当伫响。台湾的部分呢，比较是偏向所谓的输入性通膨，也就是说，台湾的外部的原料一涨呢，台湾就会被所谓强迫的被动承受。欧美市场的这个消费如果开始转弱，那当然也会对台湾的出口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学者分析，都惊未来出现程度性通膨，也就是油价维持真悬的起落。央行万一若唔敢降低利息，全球需求变少，台湾可能面临经济无强，不过物价却无明显降低，民众经济压力恐惊会一直欠悬。记者采访报道。
交通部为了要强化驾照管理，今年有真侪新制度施行。今仔日就预告修正相关法规，互人吊销驾照3年以上，重新申请考领驾照进前呢，拢要先去驾训班上课，保强这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的观念。那阵违规偷驶车、偷骑奥多摆呢，就是等于无照驾驶。这骑奥多摆呢是上悬罚3万6，要若偷驶车呢上悬是罚6万块，新制按算6月30施行。就是这个4年的查甫人，因为真侪改啉酒驶车，佮拒绝酒测，去年去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的头1名，累计罚款达到504万，佮互人吊销驾照，限制33年内袂使考照。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决定改伊转去防治中心做研究的治疗。未来才会互人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爱完成驾训班训练课程，才使重新考照。当然是要啊，要比较合理。对啊，因为现在毒驾啦、酒驾这个是太严重。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啦，但是如果真的要罚，我觉得钱罚多一点，或许还比较有用吧。为了加强驾驶人健康观念，交通部去年推行驾照管理376，今年5月18日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3法规，像讲驾驶因为啉酒驶车，还是违规肇事致使人死亡，互人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即马规定期满了后，就会当直接考照。不过今年6月30开始，爱甲新手驾驶同款，完成驾训班的课程，保强交通法规认知，才会当重新考照。他要在重新考领驾驶执照之前，必须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的驾驶风险的课程，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包含的是要有养成主动停让文化跟具备正确的法规的观念跟知识。根据统计，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每年机车、汽车各有差不多5000人。交通部讲，未来新制实施了后，若是无完成驾训班训练，违规上路，会当作无照驾驶。机车罚1,800至3万6的罚款，汽车会罚3万6至6万块罚款。记者采访报道。EV 诊所逼出头条风波，专家认为讲，这市面上的健康摄影机是通过认证合法的卖，通常是用在咧居家安全。要若网络顶头呢无合理的特殊规格，要咧内政部在今仔也表示讲，当咧含经济部电商平台讨论讲要安怎来规范，希望会当兼顾到运输也有实际管理的对策。像更衣间要换衣服的地方，就先观察四周有没有监视器或者是针孔。如果自己去外面可能住饭店，或者是像你之前说那个什么泡温泉等等，会稍微去看一下隐蔽的地方，会不会怪怪的？因为最近EV诊所头翕风波，互民众对着个人私密更加注意，就惊互伪装型的这个摄影机头翕。台北市长蒋万安甲侪位立委就建议修法，希望经由各部时实名制做好源头管理。不过，反头翕设备专家讲，市面上卖的伪装型摄影机是通过认证合法卖，大部分用伫刑事侦防也是卡机安全，和必须人士乱用状况，恐惊大部分出现伫非实体也是境外通路。一般客人会跟我们讲他的用途，所以我们会做第一层的筛选，比如说上课他要录影，做回家要复习，然后第二层就是家里面家暴要收证或者居家监控用的。那说实在，你实名制，你管到只是国内的中小企业，但是今天真的想要意图要犯罪的人，他一定从国外的管道买进来台湾，那你就无法可管了。比如说什么沐浴乳的罐子啊，你要装在抽风机里面，或者什么刮胡刀，或者鞋子。这种比较不属于一般搜证环境下会用到的。专家讲，虽然目睭看袂啥出来，四颗位是毋是有伫偷翕，不过民众应经由观察这个所在，也使借由特殊红外线波长顶这设备来预防。不管摄影机是毋是有开机，只要有镜头就会出现光点。因为对特殊规格摄影机的流通，内政部讲正加加经济部加电商平台研究管理的方式。现在上网直接搜针孔摄影机的实名制是不是有机会来做限制哦？偷拍只是它因为它使用不当。但是我们还包括，比如说行车记录器，或者是我们的密录器，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家暴的妇女，她会在家里面安装这些摄影机，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的，用途非常的广，所以我们在规划那个实名制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警方的联合稽查进度，内政部长罗世峰也讲，警政署应下令各地警察局主要负责查缉违法，因为相关场所主管机关线伫无共部会，像卫福部负责医疗、医美诊所，运动部负责健身房，也个运动中心，也拢必须爱联合稽查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自动托育服务法总统公告实施，托育中心呢，这托育机构就爱甲这安一个录影的设备，甲这画面呢传到主管机关的云端系统，上无保存30天。再起呢，就幼托团体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停止推动监管训的制度，因为这诸案相关配套拢做了无周知，会伤害到囡仔的运输。停止强制上传影像。来自全台幼托团体代表18早起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重视儿童运输权甲资讯安全。因为儿童托育服务法顶日由总统公告实施了后，强制规范托育机构爱装录影设备，各上传到主管机关建立的云端系统，至少保存30日，因过目前监管分制度欠治安配套，烦恼婴幼儿换衫换尿布等私密影像，恐惊互海口1000外流。什么所谓的什么私房菜，所谓的南韩一些录制一些儿童一些不当的影片，这些之下，难道我们不会担心？我们每天在托婴中心都是在更换尿布，然后都是在裸露身体的这些画面，到底流落到哪里去？他只是把我们的小孩放到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云端去，然后我会觉得家长应该要有选择权。幼托团体集齐，目前监管分制度对影像保存期限、调阅权限、海客风险甲监管机制等问题，较大有外欠处罚明确规定。佮强调无反对保护囡仔，而是反对伫欠完善配套甲人权保障之下，将囡仔影像全面推向高风险的云端环境。这些团体的诉求，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那未来在法规的定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充分的听取跟业者来做深入的讨论之后，来做完整的规定。幼托团体呼吁政府停止香港推动监管分制度，佮尽速订定相关规范。若无摆渡，号召全台幼托机构发动罢工，佮甲家长同齐行上街路抗议，共同守护囡仔的运输权甲人格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丽水的关店历史建筑碧云闪失，这多年前因为这工程款的纠纷，送款予建商贵宾人占去，甚至互改造是挂五星级的强山基地。中华县政府伫2018年甲违建强制拆掉了后，建商走路走去海外，若这个土地呢，落要互法院拍卖，若即马呢，这碧云闪失的师傅和信众，甲这土地赔倒转来，即马也开始整修道场啊。位伫中华丽水乡的八卦山脚有100年历史的碧云仙寺，正殿头前留一大片跳杜违建了后的空地甲土石。这座建伫1921年的古时，土地产权经过多年的官司甲纷扰，搁转到市方的手中，以来拍算规划兴建新道场。想要再盖寺庙，现在就是用新办事业计划这一种来申请啊。这件宗教产权争议起因是市方伫2002年因为扩建后手因为工程款发生纠纷，那建筑变作违建，市方也因为无力支付对价费用，造成市产互建商贵宾人侵占，将寺庙改建做强山基地，升起中共古城旗、桂离堡与勇军进行曲。原本的出价奖是被逼迁出建物，甚至面临恐吓。2018年，县府动用公权力强制拆除违建部分，互删作平地。后手建商也因为债务问题离台，土地产权也正伫法院拍卖定书，由市方以1612万买倒转来。拆除以后他没有去缴那个拆除费，大概500万啦，然后被法务部给他就是拍卖土地啊，那这部分我们并尝试就是去标啊。第一标就给它标下来啊！土地上还是堆置着许多的土方啦，距离整个禅修道场重建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文斌表示，迄当时伫店内将碧云仙寺列为关定历史建筑，古时则无互破坏，随土地产权回归市方。市方警员表示，希望回归平静，即马当一步一步筹措资金，重建道场，要互这块土地重新找回宗教的平静。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桥仔头新市镇第3期开发案对10月下晡开始小连续办3摆审查会议，地方居民是支持讲甲这糖厂的树林变更做自上建地开这60米的车路接靠行园区。不过这环保团体是将反对，烦恼讲会去冲击到生态。那下晡伫公所所召开的这个审查会议呢，因为双方意见无相共，不时伫遐大细声。
审议会议也要开始，赞成桥仔头新市镇第3期开发案的在地里长李明，甲反对牺牲树林生态来开发土地环保团体，双方伫公所大门前都是为着纠补调起冤家。关键看办事唔对，也赶紧来排解，要求双方冷静落来。等到入去会场，双方又搁为着发言的方式冤起来。简播就是特权啊！加在工作人员安大无互冲突扩大，因为地方甲环保团体一直对桥仔头新市镇开发案的看法无同，为着要收集各方意见，国土署专案小组的审议委员18下晡来桥仔头办审议会，会中国民众登记发言，反对开发的款团认为，边境土地搁要开一条60米路，会互树林无去，花金菇地价无地大，希望中央会当思考建议的开发版本。这个高低落差就是你开发之后就会变成填掉这个低洼地，所以本来你不会淹水，下雨的时候它是一个大脸盆，结果你开发之后水淹进来，淹到你的旧社区，淹到上下游。不过，款团的建议无法度得到在地里长李明的认同。李长讲，桥仔头大部分的土地拢落伫咧藤厂的手头，真无简单。政府要来变更建设开发，尤其科学园区的设立，和地方上下班时间拢咧塞车。李长强调，要发展嘛爱有利便的交通。中家即摆会使写上班下班你搞干嘛来？看中家即摆塞车等到咁种情形，一至道路，我讲必须要开辟。拜托诶，恁遮未住伫桥仔头诶，唔通来要决定阮桥仔头未来。经济发展甲生态保护要安怎来抽替？国土署强调，会议无要做结论，大家意见拢会列入规划参考，目前也无确定的方案。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郭永昌报道。海鹰仔呢是咱第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偏乌的青鸝沙喙湿地是公告的生态地，但是生态期若一个交流球风水线袂当入去。不过专家也发现讲，目前是生态期的高峰，虽然无看到鸟兽，怀疑是时间造成改变的。若县政府就讲，去年完工了后，有委托在地野鸟协会做调查，有可能是迄个所在鸟鼠伤过济啊，海鹰仔拢散位咯。若阵这生态期一个结束，因就会大消毒。炭生的栖息地用围起来，采购是白讲袂用入去，现场是伫咧平湖关青鸝沙喙湿地，也是公告的海鹰仔炭生的栖息地，正正是炭生的时期。18早起现场看无海鹰仔，只有迄颗海鸟活动。专家也发现讲，往年炭生的高峰期，会用个看到240外首的这个海鹰仔鸟兽，准确是拢无半首。第一个是场地的破坏。第二个呢，破坏完以后呢，它没有去进行修复，那小燕窝来的就数量就少。第三个今年很特殊的就是，不长时间突然之间，可能在5月7号前后就是没有了，没有就看不到。专家讲，伊11到现场看无半只海鹰仔，以炭生的高峰期看无状况，等于是整个的族群消失。这是近20年到30年来毋捌发生过代志。花艺县府伫炭生季进前进行采砂甲巷道清理的工程，造成这个沙水范围缩小，环境改变这因素造成造收也个生能困难，无排除是人为管理因素造成这个海鹰仔炭生失败。当地的海漂垃圾可能会造成一些啮齿类的动物的一个隐蔽，那会造成那个栖地的环境受到影响，所以小燕鸥就会在第2次下蛋的时间点，它就会移到其他地方去找寻觅更适合的一个地方。都有老鼠，是哦，它会数量很多，这样都跑出来？不会很多了。县府讲，当地青沙礁揽土工程伫去年底已经完工，4月初也捌看到海鹰出现，委托平湖野鸟协会来调查原因，提估是这个鸟鼠伤多造成海鹰族群迁徙。管制期结束了后，也就是8月初入场解决鸟鼠的问题，让海鹰会使阁转来这个青鸝沙喙来探生。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当然紧张，今早起呢，这军事部长也有记录到解放军的军机连续对咱的空军的公报驱离3架，附近的美国军机也甲解放军强调，这个国际空域合法的航行权，双方拢无要相让。让咱的国军当咧加速国防自主，国造厂水南海军号要拼7月来交难。不过，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提案要甲第3阶段后续南119亿预算全部并起来，主要原因就是这海军号交难的时间去前调。那前国防部长严德发强调，和平就要靠建立完整的战略才是会使。台湾军机，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以为距我非常安全，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温事专业18早起9点记录到共机伫台海附近空袭，连续对咱空军进行3届广播赶走。不过当时边仔的美方军机嘛向共机连续9届发射。美中双方伫空中互相呛声意思正重，显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各组舰舰原型舰海军号初6早完成2粒超雷畅水射击测试，并7月交艦。不过，针对115年度国防部预算，哪位马文君要甲舰舰各组第3阶段后续军舰119亿预算全部冻结，搁要删除5亿765万无人机舰舰技术多元整合开发计划案。他已经去年要交件交不出来，今年也延宕。那去年的20亿也还没有执行，那今年又要119亿，又要继续付吗？伤害国家的国防，还有浪费我们的国防预算，才真正的伤害。和平它是要靠实力的，那尤其是近期两岸的情势，我们的威胁是与日俱增，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监督这些我们叫军火自治的同时，你可能在国机、国造或潜舰国造部分，你可能要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你要让这些我们说造船业者或造机业者，他有机会去成长、去学习啊。因为加美国国会的海马斯导攻火箭系统8亿头期款5月底到期，立法院19、20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专案报告7800亿军购特别条例，行政院20要加开临时行政议会处理军购特别预算案，进行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报告甲备询。并如期付款。记者综合报道。前科技部长陈良基昨伫面册发文讲，前一阵呢，伊伫咧家护病房待10天，本地是无爽快去急诊，落尾煞险啊，因为器官衰竭来忘记，加在经过急救已经出院了。也因为部长平常时有伫咧运动，医生也讲有伫咧运动、食食含困眠拢正常的人，若准破病也较有机会恢复健康。因车坑拄啊出院的时，可自行去福建的会面。前科技部长陈良基表示，家己即马已经会当伫社区山边的小路行行，毋捌想过。前一阵原本认为毋是真严重的症状，到病院急诊，竟然演变做生死一线之间。若神经系统防攻击引起严重样形，造成防白伫病床。迄当时佫加处置多重器官严重衰竭，除了药克某之外，各种急救方法都用着。醒过来时，全身躯拢是各种感染，家庭关好可能无法度救。心里已经开始在流血，那加上晚上有那一场晚宴，那我觉得说，好吧，如果要离开科技部，至少我要在海尔看我的部长。2019年，迄当时确认留任科技部，陈良基激动后天，即马生死关头行一摆，表示有2件代志，互伊真惊吓。第一是太太要安怎，第二是身体一直拖拖刷刷，心里真后悔。也毋过也表示，除了插管的脑后伤害爱时间来复原，其他器官看起来拢会当恢复，应该家己维持一定的体力有关系。主要其实平常有在运动的人，先天他的身体的状况比较好，他面临这种身体大的风暴来说，他的调整也比较有机会在医疗的帮助之下赶快回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能够运动，能够维持好的生活，能够吃得好、穿得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帮身体打底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即便是真的不幸面临到需要加护病房这些重症的照护之下，身体的本钱也都比较够，恢复的机会才大。神经外科医师周俊良表示，造成样形的原因真侪，为了保护病人甲医疗人员，通常会将病人约束，也避免线上的光线突起也提醒。脑部受到攻击了后，会当恢复偌济。出国伫进前身体状况是安怎？好好的替身体拍底，就是增加家己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酒检化问题严重，国民党团今提出3项应对政策，包含0到6岁健保免费、托育补助每半年2万块；0到15岁逐个月5000块的幼检补助。如果这预算规模一年要2416亿。那民进党立委表示讲，相关政策拢要评估在管，也有配套措施。
面对日渐严重的足镜化问题，传出罗总统会伫2002周年时宣布0到6岁国家同侪期扩大延伸，照顾到18岁青少年。因国民党团18抢先出招，单出0到6岁健保免费，每半年投入补助2万，加0到15岁每个月5000块育儿补助，3项政策，估计预算规模今年大约2412亿。不到今年 GDP 的1%，大约只占今年总预算的8%，这不是花钱。这是投资国家的未来。少子化政策不是不能加码，而是加码要有财源、有配套、有制度来衔接。重点不是政党之间比谁喊得多，而是政策能不能真正落地，让年轻家庭真的有感。民进党立委支持相关政策，拢爱详细评估财源甲配套措施，民团认为经费补助会是锦上添花，也希望会当搭配更较长久的育婴假制度。除了给钱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时间运用的这个弹性还给家长，那这样才是真的能够支持育儿家长。包括其实育婴假弹性化是不是能够再更弹性一点？另外，今年的租金补贴政策，新生儿家庭会当得到加倍补贴，不过去年底出生的婴儿家庭却无法度适用。有立委建议政府爱将补贴范围放宽到3岁以下幼儿家庭。他在去年12月。出生的，今年1月1号出生，他可能中间只有10天半个月，就有这样的加码补贴的不一样。我想王委员的讲法非常有道理那我们来跟那个包括卫福部在内那个能不能把标准一致对齐？如果需要放宽的话，我们就朝这方面来处理。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要受到家长真情，会甲卫福部进一步协商，推出一致性的处理方式。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公布社区绿能促进计划，结合企业资源，伫宜兰一间宗教中心设置太阳能厝顶示范点，透过这社区示范推动绿能对下站到顶站的发展。另外呢，这世界基准联盟 WBA 评鉴28间台湾公司，发现讲台湾企业呢，这减碳资本的支出比较较低，亲像台积电干那0.74%尔，和国际企业平均7%来比，有影是差太济啊。全球拢咧提倡减碳保护环境，环境部拜一公布社区绿能促进计划，唔但要发展绿能，嘛要培养减碳绿能人才。即摆结合企业资源，伫宜兰一间长照中心合作做公益示范点，让社区有机会家己规划用电。有一天晚上停电了，然后我们的发电机又没办法发电的时候，那怎么办？太阳能又有一个储能，因为在我们长照机构最重要的就是24小时的维生器材，尤其在抽痰这一块。环境部讲，这回选择甲长照中心合作，是因为这款场所对电力的稳定要求较悬。譬如讲，抽痰的设备若拄着失电，对时代影响是真大。这个计划嘛，强调透过下站到顶站的方式，毋是像过去为顶站撒落来，反倒是透过社区的示范，互居民看得到、用得到，进一步提高民众参与绿能、落实正能的意愿。能减碳的部分那以往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是由上而下。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而且由企业这边来投入。台湾要对世界脚步拼净零，若透过企业来做，效果就真明显。但是根据一份国际上的调查，发现台积电单年用地气候减碳的资本支出比例，干那0.74%，啊，国际企业平均7%，差足远。So we have an overview of how companies perform globally on many topics such as nature, climate, social, and they can also use the benchmark to do a gap analysis, so they can see how they're performing and where they're missing out, so they can use the data to actually show how they can improve. 世界基准联盟是针对全球2000个大企业做永续成绩的评估，嘛用这个资料来评鉴甲比较28间台湾的公司，发现台湾企业伫减碳的资本支出比例较低，嘛希望台湾企业在制定减碳相关的政策会当较积极。记者吴金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捷运信义线东沿段象山站到港珠奉天宫站特别完工路，目前完成初步勘查，有4项爱改善。捷运局表示讲会赶紧改善，并6月底顺利通车。台北捷运信义线东沿段工程经过约8年，这条路线虽然全长只有短1.4公里，装设一站港珠奉天宫站，也毋过因为地质条件复杂，开挖深度挖地下10站楼，会当讲是北捷史上上有挑战的工程之一。即马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特别通车前的初勘，面对刷落来的欠点改善时程，工程单位讲时间真迫。一般依照以往的案例，我们初勘完的这个相关的缺失改善，还要报布，那一般会需要花到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会尽量来赶，希望能够还是以朝上6月底通车为目标。通车目标定伫6月底，代表改善作业要甲时间走小日。初勘结果有4项需要愈勘进前改善，包括车站甲饭坑的设施设备、标示标志、站外广场甲转乘设施、消防检查，也有查证甲确认报告应该改善事项。另外，还有3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会当伫离勘了后陆续补强。履勘的程序会跟我们初勘的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它是交通部聘请的委员。这4项是履勘前应该改善完成的。那刚刚媒体也有问，一般注意改善事项3项，那这个是履勘之后可以陆续改善。公主红田宫暂时考位的人口密集，那有公主社体、信义区行政中心，也有新宫中心红田宫。几乎有高通车了后，每日将会当带来2万人次的运量，未来也会当进一步透过东环段串联信义、南港甲内湖3大交通段，缩短通勤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前店将有一间公庙入伙安装，说因为这炮啊放了伤过济，去互检举啊。即马呢，这环保局呢要甲伊依照空污法开罚，上济罚3万外。工作人员沿路点烟火放炮啊，规条路拢封起来，现场是烟蓬蓬。民众投讲，烟火炮啊放超过1点钟，放烟火的地点伫高雄前镇区兴旺路甲兴平路交界。17暗头啊，当地有新宫庙做庆城举行绕境活动，用2台大车环停封路，放真侪烟火，为暗头啊放到半暝。10月下早去现场看，放烟火了后的粪扫对干那细粒山，有个是讲会有清洁队员来清运，附近厝边嘛无用咧摒扫。啊，对，规个拢用蓬蓬啊，放较长啊，小整。里面窗户都关着，还是会有闻到。还好昨天晚上风向是吹那边，不然我们这边更糟。警方回应，这场活动有申请落款，不过嘛有出现几6项违规，会开出26张罚单。环保局会针对放炮的烟火产生明显空气污染，还有炮杀啊无摒扫等情形，涉嫌违反空污法、废清法，裁罚计共3万块。燃放烟火过量、交通违规及超时活动情形。警方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共计举发26件。因为其实人有叫咱斗相共，咱嘛真正种有热情啊，可是咱造成我一大困扰。庙方回应，为着恢复市容，公庙志工为活动结束摒扫到半暝4点，嘛伫摒扫的时甲厝边头尾回室内。大量的烟火是来祝贺的友公所放的，事情因唔知，造成证据嘛好好面对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新地快速道路呢，昨透早4点外，有一个查甫人呢，骑这电动厨房车去哩，说互一台轿车弄到啊！这个查甫人送病院了后，虽然无生命危险，不过抽回发现讲伊的酒精超过标准，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甲送办。赛车驶到一半，头前雄雄出现一个人伫路中，轿车未护险，直接弄落去。详细看，互人弄到的人是骑电动厨房车伫快速道路顶悬。代志发生伫礼拜早起4点，在6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来到现场，会当看到姓詹的查甫人，伊的鞋仔佫留伫现场，伊人互人送病院，好佳在无性命危险，但经过抽血，发现酒精浓度0.9，警方依法送办。真男酒精浓度达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就违规骑乘电动滑板车进入快速道路部分依道交条例举发外，酒驾部分将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方初步判断，伊可能是酒醉，再甲电动厨房车骑去快速道路。警方也提醒民众，无论是动力机械，也是个人行动器具，包括动力运动休闲器材等等，也若是饮酒了后使用，同款会罚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因为无挂牌就未罚。警方呼吁。电动滑板车不得行驶于快速道路等进行路段，亦切勿酒后驾车，以为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因若互人弄到的查甫人是安怎会骑电动厨房车上快速道路？详细原因，警方讲都要等伊清楚了，才有法度讯问去厘清原因。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
嘉义新闻嘉应庙前几天啊，当咧冲水路，庙方出大告示讲，庄内面有查甫人上入去水道犯了禁忌。也那网友是认为讲，即马是男女平权的时代，应该会当好好啊讨论。嘉义县布地新闻嘉应庙，即几天冲水路迎客王的宗教活动，去互人发现讲，光桥的桥板内底有女性坠咧落去，拍破变200档女性袂当落水的传统，地方民众拢感觉无法度接受。我过来这已经40几年了。主阮公公的口中就说过了，客王是足神圣的哦，啊，阮这女性袂当去就是袂当去，如果会当去，阮光桥板早就会当落啊。啊，因为王爷公受气，啊，阮这迄个庙的技术人员认为讲，阮应该原来做一个动作出来。啊，第二，阮嘛是要强调，互阮庄的乡亲大家搁再提醒一下，哦，讲这个传统、这个禁忌，大家要遵守。阮嘛无注意呢，阮嘛唔知影呢。伊风啊呢，阮嘛唔知呢。伫庙内打广告甲伫网络发文，庙方除了真重视以外，嘛希望犯着禁忌的人会当家己出面来解说。不过伫网络顶面嘛出现男女平权的声音，认为应该爱用多元的角度甲看法。哦，虽然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不过我嘛希望咱台湾社会其他的所在的咱的同胞会使尊重阮身份证、阮的传统，哦希望讲莫用这恁的角度来看阮。因为男女平等是即马才有安尼，办事别个代志你会当男女平等，即种王爷的事袂使哩。庙方即阵若是外地人落去水道，是庙方无宣导，爱家己来负责任。但是即个落去的人，若是在庄的人，佮捌是庙内的主委，这嘛是在地信众无法度接受的原因。庙方就表示，信仰的传统可能甲现代观念较无共，希望社会会当来尊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针对两中央的国际审查，今年委员有针对着人权司法改革、劳动保障提出意见。不过，也民间团体指出，讲国际委员无注意到华裔霸权，甲社会对原住民及客家代际的侵害，今日出面来表达诉求。两公约第4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第15结束，国际审查委员会就台湾政府对人权、司法、劳动保障等等的落实状况提出意见，做咱未来改革法制甲政策的根据。但是有民间团体指出，台湾维权时期以来，战后国际政策的文化清晰遗留落来语言歧视等等，国际委员多数无注意到独尊华裔的霸权对原住民语、客家甲代际的侵害，这毋若违反嘛是违背两公约的。就希望就是讲，除了原住民语地以外，咱希望台湾其他本土语，尤其是台语，咱这个以早的台湾社会的通用语，希望这个过去受华语独尊维权的这个违法政策，会当足侪层面拢来改革。咱希望会当佮补充，互专家了解。民间团体指出，维权时期的国语推行办法和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拢已经正式废止，保证立法教育、国家考试等等各领域，煞把华语看作唯一的标准。因认为应当互其他国家语言有平等的机会。自2019年，咱也开始实行国家语言发展法，要保障语言平权。民间团体诉求在义务教育甲华语改做选修，保障人民通以华语以外国家语言接受教育。看待这个语言复振的这个代志吼，这若是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是共款，吼！你甲想看嘛？咱就为学校来讲，吼！咱自细汉伫咧学校，逐句拢是爱讲中语。这个可能搁20年后，吼，咱的这个所有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可能就会拢消失，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兵团指出，多数人纳税金，互政府刷在成长的过程在制度内底一步一步写入台湾人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因呼吁政府应当积极修复维权遗留的下世代人权侵害。针对国际审查，法务部表示，会请各主管机关甲具体改进对策列入追踪，互两公约的保障精神通落实在国人民。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呢，伫4、5月时阵，拢传出着飞航事故。4月12日，一只用80年的水上飞行机，因为引擎故障，就晓伫亚利桑那州红红城车路顶头。这驾驶和2个乘客拢平安无着伤。也那5月17日，爱达荷州呢空军基地举办航空展，参加飞行表演的2只海军电子作战机，伫咧半空中小下摔来摔落来，加在4个飞行人员拢有跳伞逃生。那这件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对参观航空展的民众所翕的画面，因看到2只 EA-18电子作战机伫偏对飞行时，机失去压着，摔伫空中细细了后就落落来。也不过2只战机总共4个机员赶紧跳伞逃生。
着伫战机落来造成的校园中平安来落地。根据 CBS 电视台及媒体报道，事发的所在位伫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由驻在当地空军第306战斗机联队主办2年一度以联队私底下叫做庆骑兵航空展，也人发生坠机事故。EA-18电子作战机是来自邻军华盛顿州的海军航空站。这型的战机，敢若是今年就祭拜加入对委内瑞拉也有伊朗的空袭行动。这坠机的事故发生了后，主办单位宣布，迄天休息活动全部来取消，会场所在基地也暂时关起来。I must repeat, please stay where you are. Do not try to leave the field. Do not try to go to your car. 镜头转来到西南部的阿里松纳州，这架水上飞机由安装伫机室的摄影镜头，完整翕到伊伫红红城第7轨紧急迫降的过程。落地了后，驾驶员先离开庆白烟的驾驶舱，所来滑头协助2个乘客落飞行机，3个人加载拢无受伤。NBC 电视台甲红红社 KTAR 广播报道指出，这架1946年出厂、机龄已经80年的真旧的水上飞机，伫飞行途中引擎向响传出怪声，驾驶员想要收袂好，所来就是引擎呛烟，规个机舱拢是白烟，所来真紧失去悬度。驾驶员所来赶紧甲引擎关起来，所来伫红红城第7轨迫降，并且闪过电线甲交通号志。当地媒体引用乘客话讲，这根本就是奇迹。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伫咧联合国世界遗产候选清单内面，有一大项叫做天空之城的中世纪古城白鹿里治奥，也爱面对这山国崩落危机。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城市边边啊，逐年拢伫咧崩。几落世纪过去啊，这个城市的面积也已经减少真侪。画面当中，伫咧山顶悬的天空之城，伫咧意大利中部的白鹿里治奥。为中世纪到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对外敢若挖靠一条 AA 有坡道的石板桥连接尔尔，景色袂输是红仔册，已经列作是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候选名单。今年更较因为韩国的戏剧《爱情如何翻译》伫遮取景，名声抢悬。不过，这个所在古城的基础建构当咧老实，可能有放落去坎坷的危机。A village that was built 500 meters above that valley over there. It's formed from clay, and clay is very susceptible to atmospheric elements, and therefore to rain. 政府成立科学委员会，专门分析地质状况，为地下14公尺，甲土地建本抽出来，拢是沙，显示地形是真脆弱，真有可能因为落雨就放弃。天空之城这款徛伫的坑坎，更加需要加强固定，为着防止厝落落去坎骹。几当前启动一项真大型的保护工程，伫咧地下挖足深的井，钻入去岩石内底，互建筑更较稳在。They cre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tal structure, the cement, and the rock. And that stabilizes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prevents any distortions. 不过，天空之城的危机毋那是个案，伫咧意大利超过9成的地方政府，拢要面对崩山、大水，还有地质侵蚀的问题。全国每当拢有2-3千件崩山的代志。占欧洲统计数字2/3，而且伫咧西西里岛的谢米受到强烈热带气旋的攻击，长达4公里的山坡地崩落，厝直要散去。2月14情人节即天，南部普利亚真出名的地漂情人宫门嘛，因为崩落落入去海底，因为足侪因素互相作用，包括酸冷的沙甲土的结构、极端气候，还有地动真活跳，互全国愈来愈侪庄仔变甲真危险。无法度大，伫咧天空之城附近，同款嘛是火山岩火石高地顶头的中世纪庄仔切莱诺，1960年代就去互人放空城，经过岁月的摧残，敢若剩废墟甲老基面的基地尔尔。 Under the arch. That was the entrance to the cinema. It was also the dance hall. I remember the village collapsing in front of our eyes. One morning I got up and a beam had detached from the wall. So they made us leave at once. 自1980年代以来，意大利已经有约6000个庄仔，因为土的侵蚀，还有相关的风险，去互人废除。国家环境研究机构统计，目前约有超过100万的人口住伫咧崩山真悬的风险的地区，因的生命财产安全继续面临威胁，嘛，互防灾治理变作是爱速速处理的条件。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
这个失智患者无简单，英国有业者研发着 AI 辅助科技，希望会当帮助这失智患者维持独立的生活。这个产品呢，拢有这 AI 助理伫遐斗相共，亲像是智慧型的目镜，还佫预防跋倒的杯仔等等。使用者讲效果真好。有失智症的格瑞格赶紧甲目镜挂起哩，不过这唔是普通的老人目镜。I think I'd like a coffee. Can you help me with that? Right. Let's get some hot water. Do you see your kettle anywhere nearby? 原来这副目镜内底有 AI 助理，会当甲失智症患者失去的记忆补回来，会当甲咖啡泡好好，维持独立的生活。But I feel that with the technology that we are being given, we can keep walking in that world and keep being an individual, keep being us, keep being ourselves. 这款神奇的目镜，经过英国一个失智患者支持团体试用了后，同款得到济学乐。Shaving, teeth cleaning, it's easy to forget, and a prompt for that would be very useful. 加装有感测器的杯仔穿起嚟，卖当掌握失智患者的身心动态。 What we've got here is a live stream of the sock data that's being worn right now. All these different biological measures can indicate whether someone might be about to fall or whether someone might be distressed or agitated. 为目镜到杯仔，这拢是英国新创业者专门为着失智患者所做的科技产品。因为失智症目前无法度完全好起来，所以这项试用的产品是真受期待。不过，目前这款聪明的目镜还佫伫咧研发的阶段，估计伫咧几档内就会当正式上市。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 有人讲新竹风加人雨，这加人这所在真够落雨。不过最近呢，在地民众认为讲，敢若含英国来比无遐尼接落雨啊。加人气象站分析这80多年的这个观测资料，发现平均10年减少3.4天。那照按呢落去推算，即马是平100年前加人落雨的日子减少1个月。 大日头骹徛伫关的所在看落去，贵人港港区的风景是看甲真清楚。这几年真侪贵人在地面上拢有感觉，贵人敢若无较早遐尼接落雨，亲像较早逐工落雨情形真少咯。我年轻的时候啦，感觉啦，现在没有那么久。淡学的时候嘛，就是有时候就懒得拿伞，然后就是这样子就出去了。 小时候就是，这个时候都是一直下很多，现在就比较不会了。贵人气象站分析过去80年观测资料，加日雨量分做大水雨、中雨甲小雨来计算发生的日数，发现小雨每10年减少2天半，中雨每10年减少0.9天，平均每10年减少大约3.4天，减少上最是春季，甲每年总雨量比较并无相大的差别。 显示落雨者外向集中化、剧烈化，对清洁而且缓和真响较少摆，不过强度变强，符合全球暖化背景的水循环加当理论。以前是达到一点点水汽就开始，水汽就饱和凝结成水滴，就开始绵绵细雨嘛。那如果整个大气变暖更久以后才达到饱和，那一旦它达到饱和，全部凝结成水滴倾泻下来，可能就是比较剧烈的降雨。 尽管落雨日数减少，不过受风台、东北季风甲黄山雨遮课外系统影响时，意外落大雨。气象站也呼吁政府单位伫都市规划排水设施甲防灾思考必须加速升级，应对未来更加极端的气候风险。今日全台湾天气部分，一直到拜三，各地大部分是西风好天。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局部地占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拜四开始，封面系统接近，雨区会较大。周四以及周五的话，由于锋面相对台湾来讲的话是比较靠近一点，然后再加上吹西南风的关系，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今日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阳讲，这2天天气稍热甲像热天，不过黄霜雨季也未结束。综合即阵各个无时无雨，梅雨季的第4波方面，大约伫下礼拜3、27前后会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0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